天下无我万岁，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赐送，谢万岁！万岁！今天发生计划，历届莽立军得案死生，望万岁赐婚小女与钟小王，接受我婚。对，立决生亲。慢嘞！既然莽家有婚养神仙，那钟小王又非莽立军不娶，我看这个计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。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宽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此事当时候出才嘛？请听丞相指教。此事么？选莽立军长年，领旨。你用不完呐！7万岁，此乃是假莽立军。他是假莽立军，毕竟身份怎能断定真假？丞相高见，待朕问来。孙子啊，你这小女子家住无妨，心识明才，一定讲来。丞相用兵啊！莽立军在我名为老家现在。云外昆明。
娘啊！
叫瓦相与你成亲我。万岁，要是瓦中人才呢，那朕立即与你赐婚成亲，绝不喜言此之上。好，请万岁恩图所及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此题，此题。我说钟小王，你的品到底好那么愚呀？万岁，我的病早就好了。恐怕未必。你来看，这金帖之上分明多是乱字，而孟丽君好不女子，你恰是他亲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说梦，痴人说梦吗？万岁，这金帖之上一贯照说确系乱字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欠家国之罪，不得有女扮乱葬。你肯怎讲？有位大人女扮乱葬，竟有这等子，那朕倒要一一审视了。
还要此生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百岁，你忙忙查查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是大呼降临？啊，万岁！年无言期，有病在身，刻不应息，用他自处改过，悔不自省。好，看在礼卿门上，少谈这一次。谢万岁！万岁呀，这事情又是花样，又是女子，究竟谁真谁假？倒真叫人越辩越糊涂了啊！西万岁云乱众多，忙之女平有鬼，一在府门外儿子。真巧，真巧，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，快选！万岁子选忙之女上年，臣灵儿子。请将不忘万岁，一声谢万岁。啊，忙中东，快来请姑为你招贤明远的李丞相。李丞相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儿李君呀。是我李君。不对，你生出神了吧？哎呀，弟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？是啊，是啊，要不是今你女儿已是个他人了，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好像也是啊，难道你也是她是我女儿？要不你的女儿啊，忙中东，这位小女子自称是忙丽君，所说之言句句是真是假，你快快上心深呼轻声啊！忙中东，李丞相，常言他子子莫让步，女儿的心思不自知，究竟是身作娇还是假作伪？心中多喜欢容貌
平民用家家女，我乃是用郎。阿妈公公，难道孙的脸才是你的女儿都生不出来了？他曾用神相分明无情深。既然尊家难言，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去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案就叫丞相发落。孙子，万岁，这个女扮暖照之事，女扮暖照，诚所虚妄，谁在无言，立斩不杀啊！退朝。万岁子宣李仁祥即刻进宫控上公事。万岁子宣李仁祥即刻进宫控上公事。万岁子宣李仁祥即刻进宫控上公事。
人，云马三清天有意呀，将身作贼地无心。呀！万丈深潭就与我似乎相对望。千人峭壁，却闻巧思，其早为退。离情才华过车中，举剑是真求剑从。我上来有此言来从，定是官方定国好之痛。我挥舞离骚非自杀，李青，哎呀，真个月华尊来人，变不差，李青。李青来此一时巧遇，你我骑马不巧啊！李青不管得真来无名参教，你曾死记参教，好，请。
兄，举案是为父子婿，故事离了现实去。哎，故事无妨明日了理。少时，你我同往天香馆，君臣同饮一盅是何啊？万岁，青纱再上不去，这真的要生气了。万岁，来呀，有园中张灯，拜驾天香馆。李青，我来必称身归万岁同坐。是啊，这个所谓平生乃是王与娘娘所说，可惜他不配呀、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娘接你成香。万岁，你有啥笑啊？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此次告诉了。为请才高八斗，赠敬你一杯。为请忠心护驾，再敬一杯。李青，李青啊！深夜旁。元帅为你看笑问，就是故待你才貌言同心，愿与情
他孤人竟敢亲近，愿与亲同张乾坤，李朝珍，愿与亲，时时刻刻不离分。正月情啊，今年新起天相关，自己君臣同他人争。万岁，想一人守王家，从容之上日里兵中心，保佑朝廷，都是为顺从。少年的是杀人急，杀人多，风不的一生。如今朝中有言气，蒙君生命少不分，今夜是说天相国，无可非议的人生。一军人我与你，儿子下国来讨你，为国为君为一臣，万岁！在四川的荣幸，关键就从军里，是为臣民。好容易风雨城里困孤军，岂关心莲花射箭欲排城，几经余味担当身，当我亲为张讨军啊，丞相。小君臣同这儿臣同他人，事故有之。昔与光武之令，后有刘备孔明，千古佳话传到世间。你为何推上托事，怕是怕那，为要挂城？万岁！莫非你真是群才红粉？万岁，你此话何意呀？万岁，你这今将与不信呀？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？君王彻夜神里，下国何以无丞相？即使是无知的瓜毛，是官是朝廷将。丞相，真不过是句笑话，何必当真理？好，既然请不能动他，那你我就到内山，秉着长弹到天明，这情总不该太日了吧？万岁，请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喜万岁！娘娘驾临天相馆。
就有这东西，关上大门。哦，娘娘已经大门。哎呀，关上儿门。哦，既然娘娘驾到，必曾更应高配。且慢，娘娘未经宣召，她不能前来。再说，她就是来了，也只有娘娘娘丞相，那又叫丞相娘她的万岁。娘娘驾到。他过来了，万岁！岳丞相。老弟弟的消息朝中这几门，丞相府与报纸，君臣与长林，查不出是风流是枉为我照亮宫中的历程。啊，万岁圣安，自动到此作证。问他万岁，在此上月，孤儿得来宫内，朕不用你陪，臣妾不管不陪，朕要你为国。臣妾不想为国。好好好，多谢娘娘深情满意，此所此所。谢说。既然看见娘娘千岁，丞相睡不着，快回府去吧。谢娘娘千岁。且慢，朕还有故事要与丞相商量呢。哎呀，万岁，故是明日早早在你，也不迟啊。哎呀，这是朝廷之事，才要你来督管，你就回宫去。丞相。万岁，丞相府永不来报，相府特乱失户，请丞相速速回去。娘娘，这便是时候。丞相，快回府去吧。谢娘娘千岁。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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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哎呀，你呀！万岁！兄妹命不两情，同相伤。我的老姑姑，这相夫守护之事不可小看。是啊，是啊。并配李丞相去见，他果然来了。宣是李丞相觐见，臣领旨。臣李九月恭请太后升安。平身，谢太后。老太师
丞相安好，请坐。丞相一早进宫，有何要事？太后，司礼人冒昧就见来恭喜，本儿头堂女。前年我一并趟过小大兵，丞相你妙手为臣在观音。太后常见白云光，远近迷离表诚心。今日我提前送寿礼，先一声我亲手鸟为观世音。其人你哀家在今观世音。你故宫人何来这问人体的严重性？司礼人才疏大意，常思见。王太后看似我实是离身。3年来常听人话也相能，今出此言为何意？知道，莫非魏寿皇相夫失夫之事啊？失夫，平日是皇相夫失近人，本丞相府中何受亲？此乃是茫茫石虎，家人不分，衣裳须记，顷刻淋漓。这衣裳须尽莫小看，幸福不成家难安。今往以外莫所与，方成相。且早消灭这气不愿。今有此言，我领教关系太师来奉告。石虎是以此为人，岂可在下官心中着明了，这是相夫石虎，是望下以老太师把心察，察此宫里有深沉，这今天瓦下
受尽伤。一席话音匆忙，对答巧妙，他心里且闻了，胆量高超。别林关过乱岗平，北乱南京火在上。古人说写字手掌见识短，我岂能为小苦石塔塔？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收看审问，当夫今日老太师，所谓家难为今人，明察秋毫，明察秋毫。太后明察秋毫，此乃王你应是否？太后千岁，千岁。臣这里有陈经奏上一道，尊称太后，请太后审顿。使臣先请告太，请便。谢太后。有年了，曾因父母蒙冤，华夏北部，因此通信接受你们建议。先人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走得不过身为女子。快你！真是不过身为女子，冲着规格斗本事多，立志为妻献冤，为国争威。可不反省，不肯就此罢手，那就把万事放到明次来，来他一个御前为甚？御前为甚？哈哈哈哈哈！
岁，万岁，给圣安啦！来呀，带亲万忙里去，带亲万忙里君上天。早云光神医，何苦今朝见下去？哪里去？啊！花开常在花枝头，叫真是肯他心。啊，万岁神啊，神啊！啊，万岁，问啊，问啊，万岁，万岁！哎，哦，忙里去！寡人一向视你为姑姑，举你做栋梁，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。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啊！嘘，嘘，来啊！将忙里去，暂且一下。骑马。请问万岁，今天可是御前为生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也不生而不问啊？这不生不问，这案是何破，又是何多呢？哦，那以丞相之见呢？好好好，你们生，你们问。哦，哎呀，请下跪后生，孟丽君，以前是后生，孟丽君，大胆！你既是以前是孟丽君，那丽君哟究竟是后生？孟丽君本是我本心意，那丽君哟乃是我家明君。你女扮男装谁知是？花木兰是我子才。大胆！你尽管有一个私良的故事来戏弄老夫，难道你不怕谁让加谁吗？哎，国丈，
他既然杀得有名有姓，那就给问下去嘛。孟丽君，你杀花木兰是你的指使人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。今日离君曾就怕，愿望家莫能在，大风早有人发难，宁愿将门击倒，卷情人送你来，万岁。有你的份，突然不成我所料，是老身野蛮无度，伤了帮着之道，此人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，还不用我下去。女扮乱章，少了纲章，必须免责。万岁，孟丽君在朝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。宽仁忠人孝女，理应嘉奖。孟丽君无事不计，欺君惑众，理当斩首。嘉奖，斩首。嘉奖，斩首。嘉奖。他是要嘉奖，他倒当斩首。天上有大人。后宫与母后，盼中了母儿不义真怜惜，办清了真的所愿何以成？遇到是这样。万岁！此案就由朕来公平裁审。孟丽君，你女扮男装，本应文章。年你3年，只身有功，辅助君王有德，从宽发落，革去丞相之责，必为公允。谁在王宫之内，是不？万岁！啊，是望太儿终身。来呀！
群押起内宫。王姑少娃为报孟丽君科举上一进家报。西万岁，孟子女为报孟丽君科举上一进家。谁管为之这句，定斩不杀，退朝且慢。王菩萨娃冒失见驾，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吗？臣要命王家生死二字从未放在心上，寡人稍许顺之下去，谁管为之这罪，停战不少。须知君无戏言啊！既是君无戏言，万岁事情早就杀了孟丽君，为我今日将他留在宫中。今日是今日，当初是当初，万岁！来啊，将他绑了！抬驾到，两马退下。母哎，儿身为九五之尊，三宫六院，天经地义呀。我可是不哭不哭啊！李昭皇帝可以，为什么孩儿我就不哭呢？别家女子诚意挑选，必与他们。别家女子岂能与那孟丽君相比？孩儿非要这个孟丽君不哭。王儿啊，你身居王位扎龙袍，举足轻松可自当，劝王儿修人心，莫为小屈身。想一想，煞非他两家混马公，岂则国泰民安风雨调，公鸡当应恩泽报，公岂能就擦脚？将心比心不成定，这特妻子双，才也成不了。王儿啊，君子传，臣子随，张先坤，所之随心图文昌，更何况在这之所能否？也非儿心，这临别得失，轻松安慰，你要心情不要这股那股了，将上为荣，不是为他。一家一人孟丽君为你女，而今日在金殿赐他完婚。哎呀，母！
是。万岁，今年赐婚，宣公主马上年。谢皇兄。今天的演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明晚同一时间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空中戏院2013上海行京剧《击鼓骂曹·春闺梦》。我们明天见。